嗰隻白霎啊！咩嚟噶？犯法？我整啲正嘢過你嘆，啲租你識到噶啦。誒，整咗先講啊！今天我就要用全宇宙最強的人工智能來征服你條墳場。這個菜名這麼抽象的嗎？洗淨啲蔬菜後，飛水炸成濃稠綠汁，驢渣備用，將啲豆腐同豬肉滑搓埋一片，兩匙澱粉，一匙生抽，半匙蠔油，少許鹽同胡椒粉，分次倒入蔬菜汁，將佢哋冚唪唥撈勻，攪拌至黏稠。切碎啲小米辣，撈少少澱粉，加少啲生抽撈勻，將啲小米辣醬塞入肉滑做成嘅鍋入邊。整咩啫？你喺度整色整水咁樣？多事啊你！冷鍋落油，放啲菠蘿嘅尖，可以壓扁少少，等佢溶熟啲。煎至兩面金黃後，加入2殼水，冚蓋燜3分鐘，最後開蓋煎到兩面酥脆為止。生煎包啊？琴日先食完。上碟之後，撒一圈黑胡椒粉作為魚做的塵埃，然後撒埋啲白芝麻作為星光點綴，咁就大功告成啦。翡翠流星隕石丸，嗰隻孝敬老人家嘅，食得嘅咩啲啊？食得嘅咩？試下啦，鄉下冇嘅。可以喎。房租啊？搵一期啫。